我今日嚟咗澳門珠海橫琴嘅最高點，但你睇下平時睇唔到嘅風景。你望下後邊嗰個最高嘅塔呢，就係澳門旅遊塔。再後邊就係何鴻燊嘅新葡京，嗰一片就係澳門半島啦。呢4條橋連住嘅呢，有一個島嘅，呢個島呢，就係氹仔島啊。嗱，你望到後邊嗰個金光閃閃嘅嗰幾棟大廈呢，就係威尼斯人啊、倫敦人啊、巴黎人啦。再嗰條河隔離呢，就嚟到我而家企緊嘅橫琴呢度啦。嗱，氹仔島同橫琴最近嘅距離只有187米啊！真係游水幾分鐘就游過嚟噶咯。呢度有一把琵琶打橫咁瞓喺水面，後邊就係橫琴嘅地標天目琴台。你知唔知喺40幾年前呢，後邊係一片大海同埋灘塗，呢啲高樓大廈同埋平地乜都冇噶。話說當時黎子流呢仲喺順德任職啊，跟住佢接到指令啊，要將大小橫琴島中間呢就連成一片。於是佢帶咗3000幾個順德人嚟呢度圍墾。佢哋用泥沙土石將大部分嘅面積都填平咗，先至有咗今日後邊咁靚嘅平地。今時今日嘅橫琴發展好快啊，高樓大廈林立，但係佢嘅歷史一樣好久遠。700幾年前呢，宋朝皇帝趙氏帶住幾十萬軍民就行呢條十字門水道登上橫琴島抗擊蒙古軍隊，誓不投降，好有骨氣。咁啊，眨下眼去到清朝啦。清朝廣州嘅13行對外貿易係全中國最發達嘅，好多商船啊，將中國嘅陶瓷啦、茶葉、絲綢運上船，就行呢條十字門水道，再運到全世界。對岸就係澳門氹仔啦。你知唔知從1960年代開始呢，橫琴居民係可以自由出入澳門㗎，只要辦一張村民證就可以搭船過去啦。將橫琴蠔、青菜同埋鮮花帶去澳門嗰度賣啊，再將牙膏啊、番梘啊、收音機等日用品買翻過嚟橫琴呢度。所以橫琴同澳門呢，一直都係知音嚟㗎，連澳門大學嘅新校區啊，都起喺橫琴呢度啊。所以橫琴而家全名叫做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由廣東同澳門共同管理。喺橫琴生活嘅澳門人啊，有3萬幾人啊，快啲嚟橫琴睇下啦！